啦，樣樣嘢都靚，就好似嗰個瀑布咁。佢其實咧跟一般嘅瀑布唔一樣嘅，我咧係可以影到成個絲綢咁樣。我覺得佢係比其他瀑布嚟講咧係特別靚嘅，有一層一層咁落。跟住第二日咧去到南澳島咧，我又去咗玩沙，又影咗一個好奇特嘅風景。神奇嘅係咧，呢條居然有魚喎，嚇咗我一跳。我就諗啦，仲係活嘅喎，究竟係邊個養嘅咧？跟住咧之後第3日啦，我就去咗呢座古城度啦。當然啦，呢座古城我一定要好注意個水平線咯，如果唔係咧影相一定唔夠靚。好彩咧，我用咗一個超級大鏡，就成功影咗大量嘅相。總括而言咧，呢一個旅程咧，我真係好感恩我啲老師同埋我啲同學仔抽時間陪我一齊去度過呢個遊園。多謝。